咦，呢架 EF9 又返咗嚟，搞乜呢？原嚟係車主發現架車停放之後，車底有油漬，唔知具體邊度滲油，所以揸過嚟俾師傅 check 清楚。冇問題，華哥上中，打開引擎艙，已經睇到方向機助力泵位置有油漬，升咗起身睇，油漬就更多。於是華哥二話不說就將佢拆出嚟，跟住仲話要打散佢睇睇。真係活到老學到老，我咁大個女真係第一次睇到拆散嘅方向機助力泵。打散咗之後，華哥同 Master 葉就逐件做檢查。Master 葉話個泵頭呢，就我哋自己散開咗啦，咁佢分別有幾個問題嘅。嗱，呢個係高壓油管，即係進油管嘅膠圈就批咗噶啦。咁然之後呢，個泵體嗰個地帶碌穿住嘅呢邊呢個油封，呢度有啲滲油，跟住泵中心嘅膠圈薄晒，跟住呢隻膠圈都係打到扁晒，咁你上面有3隻，咁啊5隻啦而家，跟住6隻、7隻、8隻，睇膠圈我先試一試睇下配唔配得到先。想知道駕車後續嘅情況，繼續關注我哋啦。